台南三国国小为了要让囡仔对武器有兴趣，老师带囡仔练摇比动作，另外也甲情绪议题放入去语言教育，让囡仔会晓表达心肝内面真正的感受。学校表示，用趣味的教学设计，对提升学习真正有效果。 囡仔念谣兼比动作，来呈现古早时代赤牛仔咧犁田晒台模样。这是台南三国国小的台语课程，老师佮甲情绪议题放入语言教育，起头先对歌谣内底学情绪台语词类，再佮互囡仔抽情绪卡来认捌各种情绪的背后意涵。透过情绪卡，毋但学到欢喜、幸福甲受气等，嘛通互因会当用语言表达心内感觉。囡仔上这课感觉安怎？ 老师会唱歌，所以足欢喜的。抽着受气，我受气拢会赞好他。有的人啊，较伤过避暑，唔敢讲出来；有的人受气，较袂得咧受气，拢无咧顾虑别人。咱爱甲情绪表达的是安那，咱欢喜的时阵表现出来无要紧，但是咱若心情郁卒的时阵爱透乌开。12年课纲内底真注重情绪管理的核心素养，其中负面情绪要安怎来面对？台语老师讲，伊用台语情绪卡教囡仔健康管理，特别互情绪更加恶化。另外，学校嘛参不公山合作，因每个月会使分水列车来偏向学校提供阅读的资源，透过绘本来认捌台语文化。一般的阅读的资料以外，伊内底嘛有真侪迄种按台语文的学习的资料吼，所以会提供阮三个国小的学生囡仔。咱若互囡仔会当有引起伊的动机，还有他的兴趣的话，伊就会对这个学习伊较有成效。用台语念谣学情绪的方式，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台语老师嘛按算未来课程，要带囡仔斗阵来创作属于家己的囡仔歌，互因轻轻松松唱出无记的歌。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。